門口。一邊的西餐店話對旺角打波，花香酒店的洗衣店話對美國我今日想到辦法也記不起咁，講嘅發現你面對對我越都要。小姐的小哥問我發店旅遊大廚馬科技先生的死我，哪個職業飛機師你選跟我，其實見過一見，無奈那個現場實在太亂。原來見過面。終於再遇見，原來會先放於後面，你頭你走在後面，原來見過面，手邊也相見，何時一晚先咁會見？終於想起這一張臉，甚至上次那個下巴鬼鬼祟祟身邊對眼落力問我人你那一天黑白眉眼，你那一天風格未絕，原來年歲數就變大了。心甘天清高地對自身的方法，入了不知問到剛剛你說的話像我教育在我一眼，其實你也不錯，好似我那一眼帶到現場並未發現。原來見過面，終於再遇見。我見張眼睛咁見就結算，原來靠在後面。原來見過面，到圈也熟面。何時讓我先咁知見。我警過你，你唔係第一次過㗎啦。你邊有警過啊？你邊啊？我咪轉咗係啊！係啊！你唔好講笑啦，你真係。